你點樣可以說服自己長期咁樣呢一場修行？你買咗佢之後，佢係會令到你產生一個新嘅生活方式、生活習慣啦，定係佢係喺你已有嘅生活習慣上面幫你更加便利？10年前嘅 M size 同今日嘅 M size 完全唔係同一個 size。受咗之後最有衝擊性、最出乎我意料嘅一個生活上嘅轉變就係人哋對我嘅外貌嘅攻擊係嚴重咗好多。我今個禮拜收過最好嘅消息，可能就係蒙馬車終於開放我屋企呢一區嘅送貨。佢係一個法國嘅線上超市咁樣，其實我幾年前就已經用佢，當時我仲住喺小巴黎羅浮宮附近。佢一嚟係食物非常之新鮮啦，二嚟就係佢嘅 variety 都會大好多，大過你一般可以喺市區行到嘅超市。譬如我今次買咗啲咩咧？買咗呢啲 edible flowers， 或者呢一種阿根廷嘅 entrecôte， 就呢一啲都係超市比較難揾到。我之前第一次搬屋離開小巴黎去 Nanterre 嘅時候，佢哋都係未運到 Nanterre 啦，但係我會 pick 一個離我喺 Nanterre 嘅屋企最近嘅一個佢哋肯送貨嘅 point，order 去嗰度，然後我親自去接，就係咁中意呢一個超市。今日呢條片咧係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內心説話，因為我前排 po 嗰條片係同大家分享我舊年點樣喺2個月嘅時間減咗20 kg 啦。嗰條係一個好 T 嘅片，即係佢全部都係好攻略，一步一步我做咗啲乜嘢，我點樣做到。但係其實我除咗好 T 之外，我都有好 F 嘅一面，我都有啲好 F 嘅信息想同大家分享。主要就係我通過今次咁極端快速嘅減肥嘅一啲意想不到嘅領悟啦，一啲我冇 expect 過會出現嘅效果，同埋生活上邊嘅轉變啦，同埋一啲我希望有人可以喺我開始減肥之前同我分享過嘅一啲嘢。大家知唔知喺歐洲係點樣食青口？先用叉食第一個，跟住之後呢一個殼就係你剩翻青口嘅叉。成咗細啲啊！受咗之後最有衝擊性、最出乎我意料嘅一個生活上嘅轉變就係人哋對我嘅外貌嘅攻擊係嚴重咗好多，佢幾乎係同我嘅想像相反添。今年4月嘅時候，我去咗Guadeloupe玩呢一個南美洲好 underdeveloped 嘅一個小島。喺嗰度有一晚，我去一個餐廳食飯，戶外嘅，跟住食下，我突然之間喺膊頭嗰度 feel 到一個好強烈嘅痛楚，一個刺痛，非常之持續咗勁耐。我當時以為我俾人攞針吉，因為喺法國時不時都會出現呢啲新聞，就係話喺一啲 night club 啊，或者一啲人多聚集嘅地方，會有一啲不法分子用針筒去注射一啲迷幻藥落女仔嘅身體入邊。咁所以嗰邊因為都係法國啊嘛，所以我當時有呢一個 speculation。後尾我同當地人傾偈先發現唔係咁樣，而係當地嘅蚊係真係非常之毒，所以俾蚊咬係會造成咁嚴重嘅刺痛。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好輕鬆嘅經歷啦，我就將佢拍低咗，剪咗做一條 reels 擺上 IG， 但係個反應非常之出乎我意料嘅係留言嗰度好多人都喺度抨擊我嘅外貌，佢哋大致意思都係話你咁樣嘅樣使乜擔心有男人想禍害你啊，咁樣嘅意思。我當時係好不解同埋好震驚，因為我覺得嗰條 reels 入邊我係幾靚嘅。嗰個係我啱啱喺沙灘入邊游完水上嚟，跟住掃眼，然後搽咗一個紅色嘅唇膏，就有啲泫雅風。我當時係咁樣諗啦，但係就好多人喺下邊針對我嘅外貌有一啲唔好嘅評論。咁樣我就攞咗好多時間去諗呢一個現象啦。我得出嚟嘅結論係，其實我之前80 kg 嘅時候，都有人評論我嘅外貌，但係
99.9% 都係善意嘅，佢哋唔會讚我好靚，但係佢哋會用各種唔同嘅 alternative 去讚我，或者更好嘅係 focus 喺我做嘅 content 嗰度去讚我嘅 content。但係一旦我都唔要瘦啦，一旦我回復一個正常嘅體重之後，我似乎就好似進入咗一個賽場咁樣，我嘅外貌越嚟越貼近標準審美嘅嗰條線嘅時候，佢哋就終於可以攞我當做一個同標準審美入邊其他女仔比較嘅一個對象，而有比較嘅時候就會有人被抨擊。你靚已經唔係一個值得讚嘅嘢，你要靚過人，你要靚過好多人先至會有人讚你靚。你越接近標準審美，啲人會越用犀利嘅眼光去打量你，去評判你，你就越容易接收到一啲惡意嘅留言。呢個係我減肥以嚟經歷過最意外嘅一個結果。Oh, c'est trop gros le morceau. Prends que tu veux et après tu me rends. Regarde avec ça. Ah, ça marche. Oh, 我呢個髮型好掂啊，我自己好滿意。依家咁樣拆咗佢，大概我出街嘅時候佢就會驚咩翻。我今日係要去幫一個朋友手做嘢，佢係我嘅一個台灣朋友，跟住佢最近喺巴黎 launch 咗一個 project， 就係佢會去定期做好多手工市集，佢係主辦個人，因為佢都係好起步狀態啦，所以佢就問我話可唔可以幫佢手，主要係負責即係我比較熟悉嘅就係一啲可能前期拍攝嘅嘢啊，一啲 marketing 嘅部分。咁所以我哋今日會去我哋揾到嘅一個場地，係一個好靚嘅台式料理餐廳嗰度去做一個拍攝啦。我哋會請今次參加市集嘅各位創作者過嚟幫佢哋每個人拍少少資料圖片、資料影片咁樣。個 schedule 都幾耐嘅，今日嚟嘅創作者應該有去到6-7天，咁所以我諗都會幾長下。我哋係約1點，所以可能都冇乜食飯時間，一路就直踩到夜晚。我飲嘅呢一個係一個酸酸甜甜石榴味嘅一個茶飲品，係有可以抑制飯後血糖上升嘅問題。減過肥嘅人應該都知道，呢一個係減肥入邊好重要嘅問題，就係你食完飯，血糖如果上升得快嘅話，首先佢會令到你瞌眼瞓啦，佢會刺激你嘅胰島素，然後令到你頭先攝取嘅多餘嘅糖分會更加容易轉化成為脂肪，所以穩定嘅血糖對於減肥嚟講係好緊要。佢個成分入邊真係可以抑制血糖上升嘅係一個叫做巴葉萃取物啦，所以食完飯之後嘅瞌眼瞓啊、情緒同埋能量忽高忽低嘅問題都可以改善。佢入邊仲有一個韓國食藥署認證嘅機能性成分叫做五彩素，係可以幫你減低體脂肪嘅同時，保留你嘅肌肉同埋骨骼健康，就唔會瘦到好柴、好冇精神咁。我自己飲咗一排，我覺得首先精神好咗好多啦，同埋個腸胃真係通暢好多。尤其是啱啱飲嗰排真係好明顯，同埋因為我自己同韓國人一樣，我淨係中意飲凍水。呢一個茶就係粉狀，直接用凍水沖就得，所以係可以一路幫我提神啦，又係同時減脂同埋控制血糖。我真係驚今晚可能冇時間食飯，一路直踩到唔知幾多點，所以我帶定2支啫喱過去，隨時 on set 都可以充飢。C'est quoi ça, Enzo? Tu te prépares? C'est un Enzo. C'est enregistré. Ok. Wow, bien grand. Ah,
今日真係如我所料，個場一直都冇停過。我哋一共最後係嚟咗5位 creator，每一位嘅拍攝時間都比我哋預期長咗少少，因為佢哋始終係藝術家，都對自己嘅作品有追求啦。包括我哋拍攝嘅時候點樣去擺放佢哋嘅 product 啊，或者擺邊一個場景入邊。點樣去呈現都對佢哋嚟講，每一個細節都好緊要，都係一個去 storytelling 嘅方式。所以我哋由1點開始拍，去到差唔多6點幾先收工，其中都係食咗幾個 jelly 去充飢啦，同埋食咗好多芝士，因為我帶咗我籌備緊嘅 cheese board workshop 嘅一個 sample cheese and charcuterie board 去順手請我哋嘅攝影師，我喺度 profit 佢嘅 presence 幫我影幾張相，但係專業人士影嘅真係爭好遠，可以俾大家睇下效果圖。呢個係我影嘅，都已經唔差啦嘛。呢一個係攝影師影嘅。其實關於減肥嘅方法，我都有一啲領悟，因為我之前講減肥方法嘅嗰條片入邊，大家應該有聽到我當時嘅做法係非常之極端嘅，係一個近乎應該唔可以講近乎添，佢就係一種節食，就係一種最低限度降低我嘅 calorie intake 嘅方法。但係我後尾發現呢一種越極端嘅方法，佢係越唔 sustainable 嘅。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個 saying 就係話，如果你去買一個電器，你喺度猶豫你要唔要買嘅時候，你就諗下，你買咗佢之後，佢係會令到你產生一個新嘅生活方式、生活習慣啦，定係佢係喺你已有嘅生活習慣上面幫你更加便利去實施你已經做緊嘅一啲 routine。即係譬如話，你想買一個豆漿機咁樣先算啦。你究竟平時有冇已經飲開豆漿嘅習慣呢？定係你係諗住買咗呢個豆漿機之後，再去培養自己飲豆漿？呢個係好關鍵嘅問題，因為如果係後者嘅話，咁你大概率嘅機會係你買咗呢部機之後，你都唔會真係頻繁咁樣去使用佢，因為人要去形成一個新嘅習慣，並且去 routinely 咁樣做呢個習慣係好難嘅。所以減肥都一樣，如果你係用一個極端咁樣改變生活方式嘅做法，你可能可以忍一段時間，你可能可以強迫自己去適應呢一種新嘅 routine 一段時間，但係冇人嘅生活係可以一直靠痛苦維持嘅，呢一個係唔符合人體進化論啦。但係減肥就係你減嘅嗰個過程嘅時間越耐，跨度越大，你減肥嘅效果就會越好，同埋你反彈嘅可能性就會越低。譬如話你可以照食一啲你平時食開嘅嘢，但係分量開始減低，或者你可以帶一啲健康嘅零食喺身，避免自己口痕嘅時候去揾啲唔健康嘅嘢。譬如話呢個我今日帶過去嘅 jelly，佢都係針對減少體脂同埋穩定飯後血糖設計。入邊有一個好勁嘅 ingredient 叫做藤黃果萃取物，佢係可以幫助抑制我哋 intake 嘅 carbs 轉化成為脂肪嘅嗰個過程。呢一個對於我哋亞洲人嚟講，減肥最難嘅就係去抑制我哋嘅 carbs intake。佢嘅口感都係好特別，因為佢入邊係真係有完整一粒一粒嘅奇亞籽，所以食落係佢好 jelly 得嚟，但係又好有嚼頭，係食落好滿足嘅，你唔會覺得食完一條之後好似冇食到嘢咁樣。我通常會喺飯後或者口痕嘅時候食一條，酸酸甜甜石榴味，係啱啱好香港人會話 OK 嘅嗰種甜度，然後食完又唔會滯，個人都比較清爽啲。然後瞓覺之前我會配合買呢一個同一個系列嘅 Coreology Cut Pro， 呢一個佢係有韓國食藥署認證嘅綠茶萃取物，係可以有效幫助減低體脂、體重同埋皮下脂肪，食2粒就可以幫身體補充5種維他命同埋所需嘅礦物質，就唔會因為控制飲食期間可能食嘅嘢太單一而造成營養唔均衡。其實呢一個就係我揀 Foodology 嘅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就係佢可以令我喺冇壓力、唔捱餓嘅情況下，真係見到身體嘅變化。咁樣係比起任何短期嘅節食更加健康、更加 sustainable。呢一部機有冇紅到香港？佢係一個叫做 Ninja Creamy 咁樣嘅家用雪糕機，就係一個喺可以高速打碎你嘅食材，同時幫你注入空氣咁樣嘅一個好高科技嘅機啦，然後你就可以喺屋企 DIY 你所有任何想要嘅口味嘅雪糕。嗱，因為咁樣佢嘅卡路里同埋成分都係自己可以掌控嘅，呢成間卡路里應該唔夠300我諗，因為佢嘅成分呢個係 Enzo 整嘅，但係我記得應該就淨係得牛奶、黑朱古力、代糖、少少 vanilla extract 呢啲都可以係可有可無啦。然後攞去冰櫃冰1晚之後，第2日攞出嚟，將佢稍微解凍少少，令到佢黐住個器皿嘅呢一個 surface 有少少剝落之後，就可以攞去打。ice cream，然後
部機唯一一個缺點就係所有口味嘅雪糕你都可以整，但係就係整唔到 salted caramel， 因為佢真係要用到真嘅糖佢先至會 caramelize， 用代糖係做唔到。我見有人話可以攞 date 嚟代替做出嚟嗰個味會比較似，但係我未試過。好濃啊！仲有少少冰渣喺入邊。通常呢一個時候你再落多少少牛奶，跟住再打多一轉就會冇噶啦。其實喺成個減肥過程入邊，減肥嘅嗰個階段係最簡單嘅，去到真係要到維持體重先至係最 challenging 嘅部分。因為減肥嘅過程佢係有目標有數字可以俾你追嘅，但係你一去到你嘅目標體重之後，你就會發現佢唔再係一場你可以逼自己逼到幾盡咁樣嘅一個比賽，佢更加係你點樣可以說服自己長期咁樣呢一場修行。我突然間發現我食呢一個啲牙會唔會好黑？所以最緊要係要學識喺節制同埋放鬆之間揾到平衡。你唔好同自己講話啊，減緊肥有一餐食衰咗就失敗咗，佢唔係嘅。人嘅體重本身科學上佢就係會不停咁樣波動，所以最難嘅唔係瘦，而係瘦咗之後你點樣令到生活翻去一個你覺得係 natural 自然嘅生活狀態，同埋點樣唔好再不停俾體重嘅浮動影響心情。呢一個紅色嘅鹽之包係我每一日食得最痕嘅嗰餐，食完之後食嘅，但係佢成個系列入邊，我覺得最有感、最 effective 嘅一款，因為佢一袋入邊就有4重燃脂功效，係比較全面。入邊嘅睾固藍萃取物係有海外專利認證，可以減少體脂肪，再配搭石榴海帶複合物，可以提升基礎代謝，即係話喺你每日做緊同樣嘅運動量嘅時候，去提高你身體可以燃燒嘅脂肪。另外，藤黃果萃取物可以抑制碳水化合物嘅吸收，跟住綠茶可以幫助抗氧化，所以佢係喺成個循環，即係吸收、燃燒、代謝、健康呢4個方面都有着手幫你去控制你嘅體重。我諗食咗10幾日之後就開始已經見到效果，尤其是下半身肚腩嗰度線條係緊緻咗好多嘅，尤其是佢咁細一包，好容易拎出街，唔使成日諗到食 supplement 就即係樽罐咁樣好麻煩。呢個都係我選擇呢一個牌子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好方便攜帶，好令到我唔使為咗要提醒自己去 intake 佢而花好多嘅心思。另外一樣有肉地嘅女仔，唔知會唔會有共鳴，就係當你覺得自己太有肉地嘅時候，你身上發生所有唔順你意嘅事，你都會覺得係因為你嘅身材引致嘅，係你身材嘅錯。即係我睇中咗件恤衫，個 model 着落好靚，我着落唔靚，我就覺得啊，一定係因為我太有肉地，我肥。或者珍珠耳環 model 戴得好靚，我戴就係唔靚，啊，一定係我塊面太圓。對鞋着落腳趾好痛，啊，一定係我體重太重，跟住隻腳太闊。諸如此類，所有問題都係身材嘅錯。後尾我瘦咗之後去韓國玩，我同大家分享過喺韓國做咗個叫做骨骼診斷，就係一個 fashion consulting 咁樣，佢係一個專業人士去測量我嘅身材比例啦，我嘅肌肉量啦，我嘅骨骼嘅強度啦，我皮膚嘅質感啦，諸如此類嘅評判標準，去話俾我聽我適合點樣着衫，我適合着嘅衫嘅材質要係乜嘢啦，佢嘅 cutting 應該係點樣啦，應該係乜嘢形狀嘅領啊，非常之細緻嘅嘢。係經過嗰個測試之後，我先知道其實有一啲嘢同你肥瘦係唔關事㗎，係有好多其他因素會影響。譬如話我唔適合着圓領，唔係因為我肥，而係因為我上半身比較豐滿。我唔適合着半截裙，唔係因為我肥，係因為我下半身比較相對係比較窄，望落個比例就好奇怪。人嘅腳嘅闊同埋窄都唔係同體重一定成直接嘅比例。同一個道理，減肥之前我嘅身體出現任何嘅症狀，我都會覺得係因為我嘅體重嘅問題。譬如話我成日都可能冇 energy 冇精打采，我會覺得係因為太肥啦。月經失調我會覺得一定係因為太肥啦。肌肉痛扯親我會覺得係因為我個人太重啦。但係減咗肥之後，佢就係好真真切切咁樣幫我去 eliminate 咗體重嘅呢一個因素，再去判斷究竟我身體嘅一啲警號係因乜嘢所致。譬如話我減咗肥之後月經真係準時翻，咁我知啊，當時月經失調真係因為同體重相關。但係我減完肥之後肌肉都係一路痛，咁我就知同
體重無關啦。所以喺健康嘅層面嚟講，減肥係一個 undebatable 一個非常之好嘅方法，去令我更加清晰、更加有信賴性咁樣去 assess 自己嘅身體狀況，唔會發生咩事都有個 filter 就係你太肥啦咁樣去掩蓋咗我身體入邊可能響起緊嘅一啲健康警號。另外講起着衫咧，仲有一個就係大家真係唔需要再去追求着衫 size 嘅問題。10年前嘅 M size 同今日嘅 M size 完全唔係同一個 size。而家嘅服裝品牌嘅 size 係越做越細。其實好多市場調查都有顯示，一啲尤其是 fast fashion， 佢哋為咗營造話我哋呢個 brand 就係瘦嘅女仔先啱着㗎，營造呢一個越瘦嘅人着就會越 fashionable、越 stylish 嘅假象，會為咗咁樣去特登將佢哋啲衫整到非常之細件，同時佢哋都可以慳翻啲料啦。所以10年前 M size 嘅褲可能佢嘅腰圍係有72 cm 嘅，依家可能得翻68 cm。呢個都同 social media 嘅趨勢有關嘅。我哋喺鏡頭入邊人嘅身材比例越嚟越容易被壓扁成為一個標準化嘅比例嘅時候，咁呢一啲 fast fashion 嘅牌子佢會想去迎合呢一種畸形嘅審美，咁就導致一個惡性嘅循環，就係你永遠都冇一個出口行出嚟話喂，唔係喎，M size 應該係72 cm 嘅腰圍喎。所以我係一啲都唔後悔減肥，唔後悔嗰2個月非常之痛苦嘅時候，因為佢教識咗我自律啦，亦都教識咗我更加容易咁樣去摸清自己嘅界限喺邊度。但如果可以由頭嚟過嘅話，我會好希望有人可以喺我決定要做咁極端嘅減肥之前，同我講咗呢一啲嘢，話俾我聽話，並唔係因為你減咗肥之後，你嘅生活所有嘢都會變好。如果人哋嘅眼光因為你減咗肥之後變得更加溫柔嘅話，咁你應該去 question 呢一個人佢嘅溫柔嘅標準係乜嘢。我希望有人可以話俾我聽，維持係會比減肥本身辛苦好多。希望有人話俾我聽 size 同埋體重唔係唯一嘅評判標準。希望我嘅呢啲領悟可以俾到一啲有需要 struggle 緊嘅人一啲靈感啦。然後如果你依家都面臨 weight loss 嘅問題嘅話，可以考慮去了解下 Foodology 呢一個韓國牌子，睇下有冇適合你哋用嘅嘢。今日呢一條片就去到呢一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講起拜拜。